神農爺爺，我返嚟啦！我想學多啲有關中醫藥嘅新知識啊！你返嚟啦，我哋開始今日記中醫藥知識小課堂啦。點解我成日甩頭髮㗎？感覺頭髮越嚟越少嘅。小龍唔使愁，爺爺話你知呢個唔係大問題。中醫講肝藏血，腎藏精，肝腎不足，頭髮就冇營養啦。食療最簡單，黑豆黑芝麻核桃，日日食少少，補肝腎。按呢個百會穴，每日3分鐘，促進頭部血氣運行。爺爺，我每日都有做㗎，食完好香，按完好舒服。我長出新頭髮啦，多謝神農爺爺。記住啦，補肝腎，勤按摩，脫髮唔使怕。